会做了，哎，是偶像啊！我不想讲，哎，你怎么会来这边？不找我来的。不找你来的。好了，哎，那你点个饮料啊！哎，你自己做。有汽水。你朋友是小南？对啊，你有听他的歌？很赞哦。他怎么会认识布鲁克？超音速时代3的导师名额本来是我的。你是做音乐的？我做吧台。予你袂记